前所未有咁抵，自助午餐3大方案129蚊起，任食即開生蠔、厚切刺身、大蝦、青口、翡翠螺、蜆、海鮮無限 review， 唔使同人爭。mark 定先，2月2號上午9點半準時開搶，限時7日獨家全月半價，唔 book 就冇㗎啦！熱食夠晒特別，清蒸鮮魚一出即刻搶晒啊！主廚即切燒牛肉，超嫩超好食，仲有脆肉瓜湯好好飲，同埋10幾款唔同嘅中式熱食同埋期間限定日式料理，特別推介日式關東煮、海鮮鍋。Novotel 呢度完全係被普飛擔嘅甜品店，任食雪糕雪條係基本嘢，你又點估到 Tiramisu 可以咁濃？抹茶巴斯克蛋糕勁 creamy， 完全唔輸俾出面嘅 cafe 啊！食得太飽，除咗企起身行下，仲可以 DIY 豆腐花，黃糖梗係要落。Le Cafe 空間大，勁舒服，服務勁好，真係冇得輸。記住2月2號到2月8號喺 Eatigo book Le Cafe 獨家半價，仲有3個 lunch buffet 方案揀，低至129蚊，真係手快有，手慢冇。而家入 app 搶位啦！